是要喝水啊？你们干嘛？怎么不回家？啊，谢各位，耶！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是最棒的，我们也敬鹿角好不好？谢谢鹿角，谢谢。还有敬我们的天大哥。但是等一下喝酒不要再开车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又下雨天。但是可以请我是怕你们撞到瓜牛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捡瓜牛。不要了，喝酒不开车了，好不好？真的。那你就不要开哦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也不喝酒，但是可以边开边喝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奇幻动物园。Nice。那是谁啊？警卫。前2个礼拜每次讲完就跑掉了。陪我陪你。动物园奇幻。我们还没有想到新的动物，因为这个季节动物都冬眠了。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是，我们跟老外有一起唱的一首歌，也是我们大家唱的一首歌了。虽然已经唱到check it out的一种翻的地步，对。奇幻动物园可能要唱到11点，绝对不要。为大家带来这首《等待与期待》，谢谢。不会，没关系啦，就假装有台就好了。加油！这首歌叫《奇幻等待与期待》。是动物园。叫应该，他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，一直期待向他表白，只是他还在心里口难开。我勇敢地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。幸福的感觉，他叫那天老虎那边，他是他心目中的女孩，一直期待向他表白，只是他还在心里口难开。我勇敢地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。我能抓住幸福的感觉，
有一个女孩，她叫做白奈，她非常喜欢一个男孩，他叫做应该。原来那个应该也是非常喜欢白奈，好吗？只是因为2个字害羞，他不敢说出来。我就跟你讲嘛，早点跟他喜欢告白嘛，你看最后他生出来的孩子也不是你跟他生的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相爱要趁早。还在听什么歌？赶快跟你喜欢的人告白，不然他就会跟你说拜拜。